僕人敬聽三代經課，6月22號，聖靈降臨後第2主日，路加福音8章26至39節。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區，就在加利利的對面。耶穌上了岸，就有城裏一個被鬼附的人迎着他走來。這個人好久不穿衣服，不住在屋子裏，而住在墳墓裏。他看見耶穌，就喊叫着俯伏在他面前，大聲說：至高上帝的兒子耶穌，你為什麼干擾我？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這是因耶穌曾吩咐污靈從這人身上出來。原來這污靈屢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和腳鐐捆鎖。他竟把鎖鏈掙斷，被鬼趕到曠野去。耶穌問他：你的名字叫什麼？他說：群。這是因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命令他們到無底坑裏去。那裏有一大群豬正在山坡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裏。耶穌准了他們。於是鬼從那人出來，進入豬裏，那群豬就闖下山崖，投進湖裏，淹死了。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。眾人出來要看發生了什麼事。到了耶穌那裏，發現那人坐在耶穌腳前，鬼已離開了他，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。他們就害怕。看見這事的人把被鬼附的人怎樣得醫治的事告訴他們。格拉森周圍地區的人因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穌離開他們。耶穌就上船回去了。鬼已從身上出去的那人懇求要和耶穌在一起，耶穌卻打發他回去，說：你回家去，傳講上帝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。他就走遍全城，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麼大的事。今個禮拜嘅福音經文係講述耶穌醫治一位被群鬼附身嘅人。呢個人被釋放之後恢復清醒，坐喺耶穌腳前。當地嘅人因為恐懼而要請耶穌離開，但係嗰個人卻係願意跟隨耶穌。不過耶穌卻係差派佢返屋企，要向人述說神嘅恩典，成為見證者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耶穌有權柄釋放人脫離黑暗權勢。我再講一次，耶穌係有權柄去釋放人脫離黑暗嘅權勢㗎。第二，救恩帶嚟全人更新同安慰。我重複，救恩會帶嚟全人嘅更新同安慰㗎。第三，得救者嘅使命係作見證傳主恩。我重複，得救者嘅使命係為主作見證傳揚主嘅恩典。反思問題：我係咪願意公開為耶穌作見證，即使周圍嘅人唔理解呢？我再問一次，係咪就算周圍嘅人唔理解，我哋都願意公開咁為耶穌作見證呢？實踐行動，分享一次神喺你生命之中嘅釋放或者改變，寫出嚟，並且勇敢喺小組或者朋友圈當中講述啦。我再講一次，分享一次神喺你生命中嘅釋放或者改變，試下寫出嚟，並且勇敢咁喺小組或者朋友圈當中講述出嚟啊！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！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